后头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丧礼。慢！哼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是前人，上次老夫人重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。今天你东家14两，这一巴掌我要当完放肆。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老爷，翠云，先生，翠云爱当四小，只怕你们这里字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翠云，夫人，看来翠云也自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下过？儿啊，为吾负重脊梁，蒙你在荷花厅设宴，快被为吾赴夜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婿生今天要了苏州城里的府上举国，在荷花厅请客吃酒。哎，那也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还可以另外设宴嘛。上当。是啊，自己弟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帅么？哎呀，我亲说的对，自己弟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杨烈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子房去吃饭。什么？两位老人家我外了，到子房去吃饭。你夫人，女儿怎样小心？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来，懊悔我自管转头压家背，不忘情绪找麻烦，既没原来与无功，怎关心着做傻瓜头不带。二妹，弟弟母亲呢？到子房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子房去吃饭？你母亲，你们是委屈了女儿。我以为无恨了呀，他与我陪在身所来归乡，要不说高年妇女到我呀。你进我跪下，跪下！你滚！老爷，家告无业，你去告。我的小一张上知道滚呀，这里上门来敲诈天的官司，我不怕。你们，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走！好大的胆子，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收留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哼，在家从父，
你可以听他，出家头夫，你谁得听我？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官人，快回去！起来，听我说话。官人，官人，起来！你的能颠倒他的胡乱讲，没想过本是当朝大忠良，杨继正手把守皇贼败，他才是奸臣没有好下场。你父亲下旨为民生有罪，我啥事虽然与他遭祸殃，可是我要百年想做你父啊，早来早比往陪他为栋梁，用起你为家去宁负责了，送他们作为外孙子他乡。对，我也出50两银子，可算生情你子了。好，娘子不用回家去呢，孩儿妹接母也用。是夏莲，叫我爹爹母亲去100两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接什么新衣服？我丁府也接什么新衣服？慢，不用了。夫人，把衣服脱下来。老爷，爹爹母亲，你们，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弟弟母亲。这叫女儿死好儿啊！这等不分重金人才做出的东西，为母也爹也不了。自亏！这关还要马人，快回去！你儿啊！弟弟母亲替吾接人自路，他的天能相见。儿啊，你回去吧。今日你我走。
为父不在家中，苦于客人到来。弟弟用兵啊，昨晚风雨他来呀陪，大门开，他老憔悴满面醉，想我这一彩云里，原来是岳父岳母当罪。如此，他讲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这高瑞之年大官人，讨公家产爹没罪，再苦恨还老到苏州找女婿，一个个人个作父不知罪。先生，你们看这事情。这是大欺负于只用的事情。于志云奉逆乡之命来到杭州，下事情告我收留在官，必为同道。快让你岳父瞧瞧，出门去吧。弟弟，岳父是你亲家东厂好友，为父人言之啊。此刻，你们知道什么？哟，老太子啊，侬雨伞回来在啊！母亲，弟弟为儿虽然岳父岳母才生气意。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。请婆婆做事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啊！问心问话，母亲，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快去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，还背断远聚。是。但，哦哟老爷，做啥吓我一跳了？杨继康乃是不仅不飞过亲家。是个你啊，300两银子不请假做何用？弟弟母亲已经走了。那个死佬！南京家。家长谁该操郎君去姑娘，嫂嫂，这里把你一对文人约定，请收下了。二弟教唆随着为报，为嫂正好随你。张嫂为娘，理当孝敬。二弟将堂上好谁拿来？哎。
姑娘，姑娘，父生翠云，翠云。父生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张王庙。二弟，你好好照顾他，回烧去谁来？哎。嫂嫂，嫂嫂。姑娘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请喝姜汤，请喝姜汤。姑娘，姑娘，哦，姑娘，醒醒！你是谁？你是什么地方？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就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，姑娘啊，因我遭难，对我讲，不要悲伤来望，姑娘一定生活来，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
少年郎，小婢不为自身，为只为四太爷俩恨满腔。恰不了心里听情不难，恰日难，不听乃灭苗郎下把饭老几马内是铁头到村里，四顾茫茫夜昏黄。听不到三春调，心你困开云姑娘，嫂嫂把你想坏了啊！你嫂嫂是谁？胸上只有印了嫂嫂杨三成啊！三小姐，小姑娘，小心了，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请他脖子取下了。夫人，老爷，求
夫人，也罢，你我不是一死。夫人，我冤恨为谁？我人为报，我还不想死你。天火地动，动不是落来人，我心中还有一点难过关。好黑雨，且他最真去询问那金城我。不孝顺，你痴心妄想冤冤。
开门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贵人又回来了。娘子，面对郎君心意，送上我是聚一情。贵人啊，才为夫子所约证，天天派你转家门。不待功名不要紧，夫妻相随过光阴。娘子，小困啊！娘子，你来可？官人，这今日娘子，此番赴死，金榜题名，长远接替。你想过收我为门生，做了妾身金安？你得靠那年送老这里。娘子，官人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贼不分？说得好，儿啊，想不到你也是个坑心贼，去也无私之人。原来是岳母岳母驾到，消息大力传百。哼，老夫绝不与圣上阻止人为夫。你是要夫妻到老，这今日立即与我跑掉。请岳父听消息，请行奉禀。你讲，你送红过扬名，多少忠良秀慧，引了我列子之间担心不便，岳父啊！小心我登门对把相托背，为的是生日虎月自大海，为此最见老的切人来，他把我切身平安出京来，一路上地我四方查见到，让我年车的靠前头，凭一次长天之奔接万岁，落一个青史名标，为国之间为民之恩，方才我中夫人，老娘子，哎呀，倒是老夫也是心急，错会也喜了。范姑爷，彩云，多亏你照顾儿啊！是啊，兄长，夫人，哦，风风雨雨传长飞，面中归传长泪，总要朝夕皆引导，一希望泪翻开。娘子先来一步，是背上来子了。神这做的一贯情深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哎呀，娘子，此经言送上面，我在隔着，引起万是杨四郎的女性，今日一来与娘子破镜重圆，还来拜着岳母落日他岁。夫人，在此
喧哗啊！岳父永不在上，小婿工作前去，他力传百里。你为玉里来见我。娘子，听你美言几句，虽是背身得罪二老，死过后悔，今朝得来登门谢才。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！娘子，儿老亲，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姐三师爷拜城外了，怕怕有妻子，有情。为父见岳父母，终身自立。你是女儿少里也望如前。三妹夫，我哭啊！天大地好美丽，令人欢喜。于子云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情理难容。来人呐，岳父，将这个无情妇女丧礼瓜子都关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亲家公，亲家母，哎呀，死老的！你呀，哎呀，哎，是，哎呀，是呀，好亲家公，亲家母，行。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人收留，今日亲家他来拜寿，哎呀，是我好不惭愧呀！夫人，可见人胜过吵闹热闹。不，我们是向岳母大人拜寿。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。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谁是你的父亲？既然你叫我走，滚！我不走，我个女儿拜寿，为什么偏偏要走我？你们不认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走，我死也不走！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新姑爷、新小姐为夫。别有不有梦，儿郎，姐姐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孝顺女儿，生你8倍。
母亲，不要生气了。哎呀，虚